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，因着你的拣选找到了我们。在这跌跌撞撞的路途中，你始终在我们身边扶持、引导、呵护，促使我们前进。不管我们有多少的阻碍要去突破它，主，你就是我们力量的来源。你支持着我们一步一步的去跨越，更进一步的去学习，成为你的器皿，为你使用。我们不怕任何的风浪，我们要坚定地站在你的殿中，领受你的